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闻界。我下面张伟明，过去这段时间大家真正有影防疫辛苦啊不过这阵咱会当看到讲防疫真正有看到咱讲成果的这个部分今日咱看到这个确诊的病例有影降落来咱看到讲262例这本土案例，另外还有65例这个校正回归这个数字。小林说几日讲，咱看到讲这个校正回归这个部分真正有咧降低代表讲咱的这个正式的这个数字的部分会当如实来甲传出来另外嘛有13个死亡的这个案例。真诶这个死亡案例咱好好来观察一下另外咱讲到这个病的人这个传播数RT 数值已经接近1啦自昨咧讲上开始15，一直降到1.02，即阵咱看到讲接近1这个部分，咱看到讲疫情虽然有放缓的趋势，但是咱真正要顾到的是咱讲全部的这个防疫过去咱咧做的，要继续来维持啦另外咱讲到医疗量能绝对好好来保持，尤其是咱看到讲台北市联合病院又过来这个发出这个求救的这个部分另外，咱看到讲确诊也是讲重症的这个部分，敢讲量真正是要帮盘这量的这部分，咱就要好好来维持啦另外，无论是咱讲国际疫苗的这个采买也好，还是国产疫苗这个进度，大家有影真关心。那么看到讲蔡英文这个章伊讲到这个国产的这个疫苗这个部分有这个插股的这个嫌疑啦，伊否认另外，咱嘛讲到。强调讲，政府和民间爱共同争取到这个疫苗，伊讲绝对无阻挡的这款这个问题啦另外，咱看到讲政府伫咧行政院疫情会议有甲这个窗仔口拍互开，主要是讲这个民间你若要管这个预防针的时阵，你会当透过内政部处长陈宗彦这个窗仔口来去做啦另外，企业若要关证这个部分会当透过经济部。另外，再个交由这个疫苗审查来甲卫福部遮。疾管署来去审查啦另外食药署来去做一寡疫苗，若是入来了来去做检验。当然，民间这部分，咱来看到真侪人有影斗注心因为咱看到讲，这个郭台铭这个英灵基金会啦迄阵已经准备好这个文件伫咧中昼的时阵已经送卫福部来完成。另外，胡公山遮嘛有做一寡要去买这个 Johnson & Johnson 这个一寡这个细节，政府为主啦这个胡公山则讲伊会来出钱所以咱看到讲真侪人注心伫咧这个部分咱嘛看到讲疫情有咧放缓啦但是咱讲规个整体这个防疫也是袂当放轻松。透过节目，咱做回来对话。现在要请节目顶3位来宾，第一位咱们要请中建院生医所兼任研究员何必雄。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咱们邀请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发言人林家。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发言人林家。感谢。第三位咱们邀请台北市这个万芳病院这个妇产科这个主任洪乐明。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感谢这个主任伫百忙之中3位拢共款拢是伫咧无论伫咱讲伫咧疫情这个趋势、这个走向，还是讲第一线来去做注心拍拼这个医护人员首先，咱们来看讲今日新增加这个案例内底，安怎来看伊的趋势？先听几位中心安怎讲？我们国内新增的案例有267例确定病例有262例的本土那5例的境外移入，那校正回归的本土案例有65例，总共332例新北市166例，台北市87例，桃园23，彰化12，台中10例，基隆8例还有宜兰5例，嘉义县4例，花莲县、台东县各3例苗栗县2例。台南、澎湖、高雄及新竹各1例有13例的死亡个案。那么我们也考虑不再公布这个校正回归的一个数目因为它这样相对的对整体的疫情的影响已经比较小。RT 值在往下降，变小那是过去14天大家努力的一个成果。那不代表现在可以放松不代表现在放松。
是咱看到讲吼，这个 RT 数值吼，就是基本的这个病毒这个再生数，代表讲吼，你若是致病的人，会搁传互其他的人这个部分啊。咱讲吼，若是过去15吼，就是讲你一个人让传互15个人，啊，若是维持着这15搁传互15个人哦，咱看到这个数字真正是惊人。但是即阵公司来到接近1的这个部分吼，代表讲咱过去警戒这公共卫生的手段，真正是看到效果啦吼。另外，咱看到讲吼，这个图会当来去看到吼，这个趋势校正回归的这个部分吼，指挥中心嘛，甲咱讲后摆未搁有这个校正回归的部分吼，表示讲咱咧处理着吼过去这能量塞车的这个部分，已经会当得到改善啦吼。咱会当搁看到讲另外一张图啦吼，咱来看到这张图，搁较明显就是讲过去咱这个趋势来去看吼，伫咧吼全国第3警戒这个时阵，咱看到讲迄当阵的这个案例吼，自这个533到525啦吼，虽然说差不多有5天的这个时间。拢是伫咧吼500外例，另外400外例，这个中远差不多嘛6至7天吼。另外，咱会当看到讲5月28才开始真诶一路降落来。另外，咱过去咧上关心的就是讲，这个感染源不明确的这个部分吼，过去我有这个145例、143例安尼这个情形，但是即阵咱看到，甚至来到5月31、6月7日。吼，6例、18例这部分，首先咱请教这个何教授啦，吼，安怎来去看这个图表的这个倾向咧？看起来是正经咧落来啊，因为咱即马看一直落来，啊，即马上重要就是即个感染源不明的吼，看起来嘛是较少，是，但是还佫等一下啦，因为嘛是还佫起来啊，咱若放松嘛是还佫起来。OK。但是咱看到讲吼，这个全国第3警戒甲即阵吼，差不多加14天，就是咱看到5月31到6月7日吼。但是咱嘛一直咧强调讲，5月19，还是讲5月17这个湘北市，5月15啦吼，湘北市做这个第3级的这个警戒，代表讲咱有这个公共卫生的概念入去。但是咱过去这个清的部分，拢是清这个货底啦吼。即阵清甲差不多啊。清甲差不多啊。清甲差不多。所以未来咱的这个观察，然后那过去咱嘛一直问吼，若是讲这个3位数字的吼，这个262，未来若是降到这个100以下，代表是咱来搁做啥物？较歹用一个数字来看，即摆上重要，咱的瓶颈就是迄个医疗的即个资源。是。即摆还佫足侪人，还佫是重症咧病院，咱上好大家拢唔通佫破病，因为安尼一直会佫接去。OK。好，因就拢袂当休困，所以爱互因遐小可较迄落落来一下。是。咱佫差不多等甲，可能等甲6月14号的时阵。看会较明朗一个。是，但是咱讲吼，这个数字降落来，无代表咱会当放轻松吼。因为咱讲真正若是开始放松啊，今日台北市这个郭文迪市长嘛讲吼，依照过去吼，这个日本的这个案例，因为500，咱讲吼，咱讲这个紧急事态这个部分啊吼，啊，但是因第一届时阵有收到效果，但是有当时啊，就家己放松一下，啊，佮缩暗一下，有当时啊，这个疲劳起啊，台湾。若是安尼，咱看到这个趋势落降，都开始恢复这个正常啊，是毋是惊像日本安尼？袂当恢复正常，OK，但是咱会当可能，咱来想看讲安怎做对咱的伤害上少，啊，但是对咱的益处较侪。是，譬如说，咱可能出去，咱即马囡仔会当互因小休困一下，咱迄公园会当开，互因去佚佗，咱管控咱莫遐侪人，OK，啊是，但是口罩会当摕落来，唔通讲出去啊就无戴，是。即个喙秧无大，就马上爱罚款，咱就小唔免甲安尼，咱就讲人济的时阵，还是咧踮咧来厝内的时阵，还是踮咧坐车的时阵吼，啊其他的时间咱若来爬山啦吼，人少的位咱会当摕来。我想安尼，即款安尼做是应该是真安全。OK， 就是讲这个有条件的这个解封啦吼，咱讲，这有条件慢慢来吼，毋是一届就讲咱搁放松去啊，若是一届咱搁甲放松去，过去咱遮拍拼，可能就咱讲乌有去啊吼。但是嘛有人咧讲这个 RT 的这个数值，有人讲这个社区的这个乌数，拢也未算明确啦吼，嘛有真侪专家是安尼表示，咱先做来看。国内新冠疫情滚价，这波本土疫情确诊已经超过7000例，累计有100多人死亡。根据指挥中心的报告，有效病例再生数RT值2礼拜内已经为上高峰的15降到1.02。目前本土疫情的变化看来是有受到控制，不过医师讲，若无法度把社区所有的确诊病例拢列出来，数据就无准。我们在计算 RT 值的时候，就是你的所有的确诊病例都能够找到的话，它的数值自然就会比较准确。不过在实际的情形之下，
这个疫病大规模流行的情况之下，你是不可能去找到所有社区隐藏的病例啊，所以它就是会有一点那个低估 RT 值的现象。医师表示，这波疫情刚爆发的时阵，发生未少群组感染，所以一开始的有效病例再生素 RT 值可能真悬。若是这个数据慢慢降到1以下，一个人会外传出去的，无甲一个人，疫情就会慢慢消失。不过 RT 值可能防过了有较低，还要持续观察。RT 值的部分，其实它会受限于不同区域的一个人口密度，以及当时的一个阳性确诊率的一个密度。那甚至说一些黑数的部分，其实都要列入考虑的话，台湾目前校正回归的一个病患量还是太多，所以要靠目前每天都在调整的一个校正回归，要进一步去找到所谓的一个 RT 值的一个正确估算，其实不容易的。医师表示 ，RT 值确实是另外一种代表疫情起落的指标，不过目前并无一个客观的数据，讲 RT 值爱偌济才会当解除封锁，所以想要解除3级的警戒，要是爱看国内不明传染源，敢是咧10例以下，也佮有一礼拜社区的群组感染事件伫3件以下的目标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当然，咱看到讲吼，有专家讲，这个 RT 数值的这个部分吼，唔是真正正确吼，是讲接近这个部分，因为社区确诊者，咱安怎去估计，拢估计袂完全吼。尤其咱看到讲有一寡这个趋势，也是讲社区的这个热点，自台北市这张图先来看好啊。这个是这个台北市家己公布的吼，若是看到讲5月初，还是讲5月19，这红色的这个部分开始，当然迄当阵吼，放假是上重要这个热区。第19礼拜这个时阵，咱看到讲352，第20礼拜这个时阵吼，就是5月16甲22的时阵，上悬来到571例啦吼。啊，虽然降到这个252，但是咱看到讲吼，亲像在信义区有咧这个欠悬的这个趋势。当然，咱头拄仔讲的这个 RT 数字是一个全国的确诊者的这个平均数啦吼。所以咱要看到讲一寡热区的这个部分，到底咱讲会当去看到这个趋势也是袂使。咱继续个请教何教授。咱安尼想吼，开始的时阵是咧。放假，吼，还有一个特别的这个生态，吼，啊，即马咱即马来看，伊即马是咧慢慢啊咧扩散 ，OK， 咱可能无办法甲伊围起来，因为工作人还是爱工作嘛，吼，咱是啊，佫算讲维持一个正常的工作的环境啦，吼，所以你即马看。迄密，因为咱台北市吼是人口真密度真悬位，所以我无期待讲一定会落来啦。但是可能即马出现的吼，遮的吼，我咧猜讲应该是较轻症啦吼，我咧揣到应该是较年轻啦吼。咱是安尼咧想，但是。指挥中心应该是拢知影，因有一款这个资料，伊会当看，对，因安尼去看，因就较知影讲安怎来迄个来做一个区别对。但是我咧猜一定是迄吼，较少年的啦吼，啊，迄个当较轻的，就镜头较轻的。我是安怎会当安尼讲呢？因为即马开始，咱咧这拢是社区的啦，应该毋是本来遐的人啊，就慢慢会出来，对无？但是咱咧社区，咱拢真注意啊，咱拢看下维持一个距离啦，吼，啊，咱个带喙氧吼，这个我顶面有讲了足侪遍的，就是讲病毒吼，咱的摄取量，你若安尼摕落来，摕足侪放在喙内底，你一定会对，啊，病较真重，啊，你若真一点点啊的时阵吼，你可能就是真轻的迄个镜头，还是袂拢对，但是。这个麻烦就是，这个敢若甲迄个注意航社共款，注意航社了吼，重症的就无去啊，就较少啊。那有咧传染的就是轻症，啊，迄咱拢找无，所以这个病毒吼，真无简单啦，无好处理啊，无好处理，咱袂当甲伊讲归零啊。咱上重要就是安怎提升咱的免疫力吼，就是讲。拍预防下，也是咱即马还佫无预防下，是咱维持一个距离吼，社交的距离吼，啊注意安尼，所以一定要调整。但是咱毋免较想讲
哦，伊也无去，伊袂无去。伊袂无去啦吼，就是咱个共存之下，咱可能会当安怎做？头拄咱嘛一直讲到有条件即个解放，但是要做到有条件解放，即阵是上关键的这个时刻啦吼。另外，咱会当讲到吼，真正除了咱讲到疫情会当放缓以外，上重要的医护量能的这个部分吼，更加压力维持啦吼。继续去请教这个林家啦吼，尤其咱看到讲吼，这个台北市吼联医工会者吼，又搁发烧这个声明啊，咱看到讲过去咱嘛有讨论到，可能是规个这个联合病院拢有即款的这个状况，亲像讲调度的问题，即阵确诊的也好，重症的也好，咱欠缺的是物件是啥物？还是讲台北市者欠做的是啥物咧？好，阮伫迄个5月29号的时阵啊，迄个仁爱病院有讲，因即马吼，就是因的医疗的量能就是拢逼啊。嘿，伫29号迄天吼，就是伊遐收的确诊的病例有65个，啊，其中吼有24个需要用呼吸器，就是咱讲的插管。是。嘿。而且伫这个24层内底吼，有13层是无加护病房通住的，因为加护病房已经住满。啊，这13层就是住伫普通病房安尼。是。嘿。啊，就是经过这几工，咱工会争取了啊吼，就是加护病房的量能有改善，这负担有改善啊。阮工会才有掌握到的消息是讲，即马吼65个人确诊的病例，即马降落来61个人，减4个吼，4个去转去别个病院安尼。嘿啊，有使用呼吸器的病人吼，即马嘛是为24个降落来到21个啦，有3个转去别个病院安尼。毋过工会这边要讲的就是讲吼，虽然吼台北市政府因有即个EMOC 的即个转诊的系统，是，嘿，但是即个转诊的制度吼，仍然是需要改善啦。吼，因为吼，咱工会才是呼吁讲吼，主管机关就是台北市政府啦，吼，应该爱赶紧吼评估伊下骹一个每一间迄个病院伊的医疗量能啦，吼，啊建立一个平台安尼吼，内底爱多一个病院已经收满吼，啊多一间病院啊阁有位会当收病人吼，这拢爱用清清楚楚安尼吼，安尼才会当吼，若是病房，若是有即个确诊的病例有需要送去病院。会当用上短的时间吼，啊送去迄种上去迄急诊等待病床较短的即个病院去做治疗安尼啦，嘿啊，而且讲吼，若是病人吼伫急诊的时阵，若是伊的病情有啥物变化吼，若是即间病院吼无法度负担，啊伊爱转去倒一间病院，这嘛是吼爱互即个规个即个管道爱有迄畅通安尼嘿啊。毋过因为即马吼，咱伫咧急诊转诊的这个过程吼，主要嘛是靠咱急诊的迄工作人员，家己靠家己的人脉啦，去敲电话叫迄个问看卖讲，倒一间病院急诊的主任啊，敲电话甲讲，恁遮敢有法度收安尼？叫熟悉个，对，叫熟悉啊！问看卖有当有收无？啊有法度收甲转过去。啊，即马大家拢知影伫即个急诊，就是已经无用气啊，啊，搁爱搁处理即款代志，安尼，就是对阮来讲是有较负担较大。是，所以这台北市遮吼，可能市政府还是讲这卫生局遮会当斗相共项目。对。工会这边搁有另外一个想要讲的代志，就是人力的部分啦。是。吼，因为指挥中心有咧讲吼，即马咱的迄个病床啊、甲呼吸器啊，台北市湘北地区拢是有够的。但是吼，我是感觉讲，咱有遮个装备有病床，但是若是无有足够的迄种咱的熟手的人会当去操作。对，若是无遮个人会当操作，安尼遐个物件嘛无法度用嘛，对吧？尤其咱讲到吼，这个医疗人员吼，这流动率吼真正悬，因讲过去的这个因的这个做工课真正辛苦啦吼，所以咱看到讲真正要去使用的这个人力，虽然你呼吸器有够，但是这操作的人拢是新人的话，可能你遮就出问题啊，是不是安尼？对，以咱拄则讲的迄个仁爱病院的状况来讲吼，因遐的迄个专职的病房就是专门咧照顾迄个确诊者的这个病房，内底有62个护理师咧轮流安尼。其中敢若有8个啊，有完整的迄个呼吸器的照顾经验啦。啊，啥有即款的问题呢？
其实这毋那是迄个人来病医，伊即间病医的问题尔啦，这是台湾全台湾的护理的长期的困境的问题啦。因为咱人力的欠缺的问题。而且吼，阮有一个，有一个图片看吼，这是为一个迄个面册叫做台湾的护病比这个面册面顶来看到吼。咱台湾的护病比吼，是安怎会足歹的？就是因为讲吼，这个若是病医吼，今仔日伊若是互查到讲，因的护病比吼无到这个标准吼，伊就是一开始会当还5万块，啊，伊限期伫30天以内改善，啊，若无改善，就搁罚5万块，啊，就是一年安尼5万，有一年有12个月会当罚60万。哦，嘿。但是你一年吼，请一个护理师吼，伊的薪水差不多是82万。82万。嘿，啊，所以甘愿互罚钱。对，病医就感觉讲啊，我就互罚钱，啊，较会好啊，我何必搁请一个医护人员？嘿啊，搁请一个护理师，安尼病医感觉会了钱啊。OK。啊，这个部分吼，就是阮工会才感觉吼，爱需要去改善的啦。嘿啊，就是安怎讲？即马出代志啊，有62个护理师内底，敢若有8个有使用这个呼吸器的经验，就是因为吼，阮迄做工作的条件伤歹啦，啊，逐个拢坐袂久啊，嘿啊，就阮迄个阮有一个厝久的啦，就是护理系毕业的，咧做护理师的，差不多才4成尔。哇！嘿啊，是安怎遮侪人大学读4年，啊，有的人是读5专啊，迄4技迄种吼，是安怎伊拢无爱做护理师？就是这人力留袂掉啦吼。嘛系啊，留袂掉啊！啊，这个问题已经是长期的问题啊，政府应该来较重视。有影吼，所以咱透过这回这个疫情，会当看到讲，其实咱这个部分吼，真正咱过去欠缺的物件，拢一概做顶片吼。所以咱嘛讲到吼，这个医疗量能的部分，咱真正要甲好好补起来吼。所以咱搁继续来请教这个王医师啦吼，咱看到讲，真正伫咧疫情期间吼。若是拄着这个有心这个妇人人，伊要生囝，确诊的这个部分嘛是真正歹处理吼。但是咱看到讲，这个疫情之下，咱讲虽然有疫情放好的这个趋势，但是即阵有新的人也是真济啦吼。咱嘛看到讲，这个真济间病院拢有陆陆续续接到讲有新的人，啊伊是确诊者，啊要来去接到咱讲吼这个新生儿的这个部分，其实恁拢是处着一个咱讲真大压力的这个环境吼，对这个有心的这个妇人人来讲嘛是一个负担，对恁来讲嘛是一个挑战吼，甲咱还原吼，迄当中接生的这个过程。哦，我这是一个怀孕的妈妈啦吼，伊就是因厝的人有人感染到迄 COVID-19 确诊啦，吼，啊，我就伊嘛去筛检咱来咱的急诊，吼，那急诊啊筛检后嘛是阳性的，吼，那即摆要安怎？即摆即个时啊，咱就爱开会啊，看要是爱用破布啊，是安怎？吼，那讨论后，阮就想要采破布的方式。是。吼，所以你看，阮的所有工作人员，规个拢穿这防护衣。是。内底哦，就热的穿这防护衣啊。尤其佫袂使开冷气。对，内底拢是好，那水嘛袂使啉。水嘛袂使。你要有时你可能有较急的，嘛都要忍耐期。吼，那或来这妈妈就。用急诊是送过来，咱会开刀房内底。那你看内底人，规个人都是拢穿防护衣的装备。吼，那妈妈寄你来，那这张就是，吼开始咧传嘛，要准备要手术啊。吼，那规个全副武装啊，内底人拢是穿这装备，惊讲感染到，因为这内底咱会确诊啊，不是都疑似，伊是确诊的 COVID-19 的。确诊者啦，对，所以爱开刀，啊开刀完顺其宝宝靠的真好，吼，佮试一伊的脚印 ，OK， 吼，啊小朋友出来，咱新生儿科嘛，紧互伊贴到隔离病房，惊讲迄空气啊，安怎有散播给小朋友，是，吼，像愈来愈侪产妇啊。伊产妇刚咱的市民共款啦，伊个厝的人可能要感染到，伊嘛有安尼。OK。陆续愈来愈侪啊。是。对，爱可能爱看这今仔日的伊的 RT 值哦，袂歹啊，愈来愈低啊。愈降吼。嘿啊，就可能这孕妇哦，因为孕妇妈妈伊无法度拒绝，一直愈来愈大嘛，愈来愈往爱生出来。SOP 写出来。
对 SOP 啦吼，就是讲建立一套。出来，互别人去学。对，阮愈来愈着，阮的医学会嘛，伊的 SOP 拢愈来愈出来，阮包括伊的疫苗，看有较好的，啊，即马 AZ 疫苗对于怀孕的妈妈可能无遐数据无遐侪，即马袂使。你讲预防射这部分，今仔日这个指挥中心嘛，问到这个预防射的部分哦，咱等下再好好来讲。但是搁要请教你啦，咱讲吼，这个生产过程有影真辛苦，伊吼采取着这个半身麻醉的这个方式吼，尤其咱讲着，唔是互伊自然产的这个部分，就要减少伊出血啦吼。另外，咱头头嘛讲着，咱这个吼，尤其这个防护人员吼，这个医护人员，拢爱穿规身躯的这个防护衫吼。啊，听讲迄当阵这个汗水是滴到你的这个护目镜内底，拢是看无清楚。迄当阵的这个危险，吼，甲咱讲好清楚。这个咱嘛讲到，这可能未来啦吼，伫咧疫情后当放缓这个部分 ，SOP 的这个建立非常的这个重要，买当互其他的这个医师来做一寡参考者。就迄看迄护目镜啊，咧顶悬啊，人个紧张嘛，一直流汗，啊流汗护目镜拢是无，我看无。啊，倒滑落去，血都一直流，吼，那足歹足艰苦的，用纱布一直起，啊，足紧，你又惊讲伤慢啊。是。妈妈是伊个规个人，伊个呼吸嘛讲话，吼，啊，速度爱足紧的。你惊讲哦伤慢啊，伊个暴露迄规个人，开刀房内底的人，大家拢暴露迄高危险的情况。是。所以可能哦，看卖这护目镜啊。有较好的无，会使除雾的。哦，对啊，即马可能有的可能有愈来愈好啊，迄除雾的护目镜啊。是。我即马挂迄护目镜，规个都蒙蒙，我看无。迄手术来讲，流血都足济啊，佮起雾，佮看无内底，根本手术进行足艰苦的。有影艰苦，所以迄当阵拢透过过去咱讲医学上这个 muscle experience 来去做操作安尼啦吼。对。但是这嘛是讲咱若当提供着较好的这个防护的这个物件，中央会当来做帮忙吼。咱今日嘛看到讲中央讲，这个湘北市吼所有的这个物资啦吼，可能拢会当统一来去调度，这可能是第一步吼。但是咱看到讲建立一个吼，若是讲确诊者伊是有新的这个负责人，若是讲因为这未来可能嘛是咱讲常态啦吼，可能真事上就听到讲啊，这个确诊者伊是负责人的这个身份，啊伊特别生啊吼，咱看到讲家人嘛有这款的这案例等等在这个部分吼，所以今仔有人咧讨论讲吼，到底这个负责人若是有新的这个话，到底会当来做预防射无啦吼，啊是讲吼这个安怎建立一套较完整的这个 SOP， 咱嘛要继续来去观察吼。另外，咱过来讲到这个预防射这个部分，咱即阵也是欠的吼，但是咱讲有一寡吼对着国产疫苗这个一寡疑虑也好吼。咱搁请教这个何教授，甲咱解说一下啦吼。咱等下当看到另外一张图啦吼，但是先甲你请教一下，咱的国产疫苗吼，即阵拄到的这个问题是咱讲对着咱讲这个全面的这质疑啦吼，就是还未这个伤亡解测了后，伊个数字公布，咱就可能有一寡这个诉求，还是讲上市的这个部分来去做一寡这个 announce 吼。但是这有啥物问题？你先甲咱解说一下。照我迄个预测吼，是应该唔是有真大的问题。OK。但是上大的问题就是大家拢咧烦恼讲啊，别人拢有做第三期，啊，咱家己无做，安尼对有效吼，这个功效是到底是有还是无吼？啊，你就像有的医生就讲啊，这个抗体安尼是好的还是歹的吼？所以大家就咧烦恼这个代志啦。啊，即马其实吼，差不多咱去年的时阵，咱咧研发这个疫苗的时阵，就知影讲吼，咱选的这个迄个工艺平台吼，就是这个蛋白质这吼，就一定爱迄做也较久一点。所以咱一定是咧研发的过程，一定是较慢的。啊，就知影讲到时候可能吼，咱那边啊，佫另外一个代志，就讲咱的疫情吼，拢无啊。啊，即马个疫苗就是有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对无？第三期上重要就是讲爱来甲较侪人拍，差不多1000人甲1万人，吼，来拍即个预防射。啊，即马一半的人拍，一半的人卖拍。啊，咱互拍的人，还是互医生甲伊拍注射的人，拢毋知影讲什么人是拍到。即个安慰剂啦，对，安慰剂，还是拍到即个预防射。是。啊，即马就来甲因看因的迄个免疫的反应，看伊的抗体有啊无吼。是。即马爱做即个代志啊，抗体有啊无？啊，即马就爱个追踪，爱有疫情，吼，才知影讲有拍预防射的人，拢无破病；啊，无拍预防射的人，破病比例足悬的。是。安尼咱来算讲，安尼是保护的是偌济。啊，但是咱台湾若无疫情的时阵。
就袂当来看到遮个人，看有啥物人会破病。是。所以这个，本来咱就知影讲第三期要做真困难。吼，所以迄阵就有咧想讲，咱要安怎来变通的办法？变通的办法是，迄个科学的原理吼，一直拢伫遐，咱嘛一直拢有咧用啦。是。吼，比例一下就是讲，咱每一年吼拍迄个流感的迄个疫苗的时阵，咱其实拢有换一款物件，拢有看讲哦，即摆的病毒是安怎款，咱就甲换啥物病毒。吼，照照法规来讲吼。这个生物制剂，吼，生物制剂就是这一个疫苗的这个工艺啦，吼，就是讲这款你若换的时阵，就是变一个新的疫苗，你就爱去做第三期，但是即摆唔免，吼，你若做迄个流感，你每一年去做第三期，你就唔免拍，迄种嘛是吼做小可改一下，小可改一下呢，小可改一下，所以但是咱知影一项物件叫做保护性的迄个。替代的迄个指标，吼，迄个就是看迄个综合性抗体，对这个流感咱真清楚，所以咱就看，差不多咱就拍差不多200个人，还是几，就是凊彩拍差不多几百个人。是，咱先甲介绍一下啦，咱若讲第一期来去做这个预防射吼，传统3期来去看，第一期是做伊这个安全性，有当时也是10几个人都会当先来去做吼，选择吼健康的人吼，尤其是健康的人，伊的这个免疫功能吼，真正是健全的这个吼，这个有血人吼，咱讲会当去做一寡这个试验，评估伊伫咧人体吼来去做的这个安全性甲耐受性吼。另外第2期，大家咧要讲哇，咱台湾吼，即阵若是这个第2期合并这个第3期，讲有这个1000多人，国外这个案例差不多100人。但是咱讲传统的这个第2期，就是要做这期预防射到底有效无效啦吼，所以会当去看讲伊免疫吼，激发出来这个安全性内底这个剂量啦吼，还是讲这个内底吼一寡这个时间上的这个部分。另外，若是进入到第3期，就是有一组是拍预防射，一组是拍这个安慰剂这个部分。医生甲病人拢唔知影这个预防射内底到底是安慰剂，也是预防射啦吼。这有小 double blind 这个部分啦吼。买手咱才讲吼，会当知影伊到底有保护力内底来无啦吼。所以咱讲有当时也是这个真千人甲这个真万人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最近吼，伫咧 WHO 讨论就是这个 immunobridging 这个部分吼，就是这个免疫吼，这个替代这个方案吼。咱讲你若是伫咧吼，这个市面上会当看到注射这个效果吼，若是这第一代，也未进入第3期临床试验，这个厂商都会当有效来去做一寡这个第2代这个预防射，都会当因为咱即阵。咱讲即阵是公共卫生的这个紧急事件这个部分，所以伊就会当免做第3期来去做一寡替代。但是咱嘛要强调，这是 WHO 吼一个新的这个指引，也未完全确定吼。但是有一寡咱看欧盟才有一寡这个支持的部分，韩国才冇支持。另外吼，迄当阵这个5月26日这个视讯会内底有1000多间的这个疫苗公司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咱的这个国产疫苗嘛有伫内底啦吼。所以这个部分代表吼。因为紧急事件这个部分，所以咱会当望讲，咱虽然嘛是要行到第3期，但是即阵若是透过这款的这个机制，伊有法度来去做啥物无？有啊，我即摆就是介绍讲，即款的这个科学的原理吼，一直拢有啦，咱嘛一直拢咧用，咱每一年拢甲用的流感吼，这个流感的疫苗吼，所以。即款的想法，毋是讲今仔日敢若大家咧想讲，你无办法来黑白想，毋是安尼，就是本来就是即个科学的原理，就是拢伫遐，拢伫遐，咱嘛一直拢咧用，即摆是甲用的即个较新的即个原理，较新的即个预防射内底，预防射内底，即摆主要就是讲吼，即个 WHO 伊会踮咧遐讨论吼，伊讨论就是根据一个科学的这个研究的这个文献，吼，迄个文献内底一个图我提供个遮，迄个是真重要。伊就讲所有吼，每一个即马已经有紧急使用的疫苗，吼，拢该藏起哩，就拢该藏起哩，吼。因为因迄有做甲第3期有开始做嘛，做一半就看讲有拍预防射的人，甲无拍的人，伊发病的比例到底是偌济啦吼？会当来算讲保护安尼。是，咱看到伊这个 X 甲 Y 吼，到底代表什么意思 ？X 就是这个吼，这个中和的这个吼中位数啦吼，抗体啦吼。抗体，这个会当咱拍预防射的人对伊的血摕出来，咱就会当来检验。到底有产生偌济抗体？偌济抗体，即摆
这个 Y 啦吼，迄个就是保护的，保护的效果就对。保护效果，所以你看吼，有一个正相关，伊有一个相关，就是讲愈悬啊保护就愈济，啊愈少保护就较少，啊但是不管哪拢有50%以上，50%伫遐，啊50%就是50吼，对，50%以上，啊迄就是大家定的，大家。本来就讲啊，这个疫情吼，遮严重吼，这咱若有50%，咱会当用啊，所以大家拢安尼利用。所以即摆你中有一个看吼，有两个蓝色的迄个，头一个迄个叫康威拉色，迄个就是啥？迄个是吼破过病的人，伊好啊，好啊了后，伊的血内底有偌济抗体。OK。啊，即摆下面迄个是一个理论上甲放去，迄个疫苗吼是印度。印度的，伊无做第三期，但是伊就甲藏起，咱就甲藏起讲，可能安尼伊是有效，所以咱即马咱嘛会当甲咱的迄落，咱的疫苗吼，藏伫咧即个，藏起哩，因为咱会当看综合抗体，啊，藏起咱就会当知影讲，差不多吼保护性是偌济，是，所以。这就是互咱一个信心，讲，可能安尼就会使，唔免搁做第三期啊。唔免搁做第三期啊！吼，这是头拄迄张图吼，甲咱讲的这个趋势，咱家放伫咧吼，这个某一个这个位置内底。迄个是一个科学原理啦。就是抗体到底当产生偌济吼，咱家放去做一寡这个比较吼。啊，咱看着讲吼，即阵这个台湾的这个高端也好，联雅也好，然后即阵讲嘛要。去这个后面进行第三期的临床这个处境，然后咱讲吼，这个部分若是做会起来，真正大家爱有这个信心哈。啊，另外这个台大公卫学院的这个副院长吼，过去的这个陈秀熙教授有嘛讲着吼，若是坚持要做传统的第三期的这临床吼，真正疫苗吼，咱讲注射真正赶袂着别疫吼，这个。病毒株的这个传播甲这个速度伫咧吼，所以咱看传统甲这个免疫这个部分吼 ，bridging 这个部分，咱头拄吼透过这个何教授的这个解说吼，大家真正有较清楚啊。第三期吼，第三期若拢甲做完吼，传统是应该爱差不多1年甲2年。所以即马就爱等遐久的时阵，咱一定是袂赴的。是啊。所以即马。即个有用吼，即个胶生啦吼，莫德纳，咱大家拢咧讲的，因实在是看差不多头前3-4个月的迄个结果吼，来做一个决定。所以理论上伊嘛是还袂做完，所以咱再当吼给的是 EUA， 就是讲紧急授权啦吼。对，毋是正式的疫苗，所以毋是正式的疫苗就袂当甲伊想讲伊是一个正式的疫苗，咱。迄个疫苗的公司吼，也通安尼凊彩来卖，凊彩来卖当。迄是一个国家，互你讲踮咧我的国家内底，我互你踮咧什么款的人，在这个情况之下，咱紧急来使用。所以这个紧急授权，亲像即个这药厂 Pfizer 也好 ，Moderna 也好 ，Johnson & Johnson 也好，伊拢是 EUA 的这个授权的。但是伊有一个重点就是讲，真正即个这个吼药厂也好，要甲你签约是甲国家签约。一定甲国家签约，因为。一直袂当吼，私人袂当去甲买，因为买了后唔知影要安怎用，啊，真侪迄个地方的首长啦吼，嘛要甲买，伊讲我嘛袂使。其实国外咱看到讲吼，过去这个 Cuomo 哈，这是纽约的这个州长啦吼，伊过去要买，但是美国政府讲袂使。啊，迄个印度嘛是共款，迄个啊，即马敢咱台湾咱的即个市长，大家拢要去买，我是知影即个个市长吼。爱伊的人民吼，拢共款啦，吼，所以毋知讲真急，咱来紧来甲买，大家拢做共款的代志，但是迄个限制拢嘛是共款，限制拢伫遐啦。尤其吼，即阵有人讲要换，莫问讲这来源伫哪。其实何教授伫面册有写着讲，你的这个疫苗来源吼，这个卡价、这个分级，你拢是爱透明的这个部分。有影，这若是无透明，你后摆若是医用者自类。出问题，你是要找民间、找县政府，还是要找中央卫福部？这拢爱讲好清楚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即阵武汉肺炎这个一个大比较吼，咱讲虽然咱也伫咧第2期的这个数字也咧公布之下啦吼，但是咱看到讲高端也好、联雅也好，其实咱看到讲可能数字伫6月7日都会当来去公布。卫福部还是讲陈时中嘛咧讲，若是这个数字无好无过。伊嘛是袂介意做正式的这个签约啦吼，这真重要。就是讲你的这个数字无过，代表你的这个防护力还是安全性拢无够的这个前提之下，
我是袂甲你买吼，恁两个甲你讲的这个500万安尼这个部分。伊签的是讲，甲你一个鼓励，吼，你若有，我就一定会甲你买，你就放心，唔免惊讲你钱拢收袂倒来。这是一个鼓励啦。啊，其实，今年咧，预防针有拍遐国家，伊旧年买的时阵，遐疫苗拢佫唔知咧倒位，是啊，拢共款，拢是共款，因为就是讲一定要有即个疫苗的时阵，即政府就先去买安尼，所以这咱即马咱的政府嘛是安尼做。有啊，所以咱看到讲吼，目前这个进度啦 ，Pfizer 家吼，这个取得这个美国的这个 EUA 这个授权是去年12月11号，差不多拢是这个12月这个时间吼，美国这个部分。啊，Johnson 速度较慢吼，伊是2月27，吼，这个可能是2021年哦，这写唔对去啦吼。另外咱看到讲英国这个部分吼，是这个2020年12月28号取得美国吼，这个EUA 这个全球42个会当核准来去使用吼。啊，咱讲吼，咱的这个部分是这个281的这个部分来去做，所以咱的这个速度较慢，但是伊的这个技术较复杂啦吼。啊，有人咧讲到底是要煮吼，倒一支较好啊？咱过去嘛有咧讨论过吼，今日咱都无够详细来去讲到这个部分，咱只是要讲的就是讲。莫阁质疑讲吼，这个国产的这个预防车的这个部分吼，咱讲真正伊若是无过，咱嘛是袂买吼，你着对伊无放心，咱是这个前提之下来去做一寡进行这个买卖的这个部分吼。啊，另外咱们阁回过头来讲，除了疫苗的这个部分吼，其实咱看到讲湘北市家吼，除了咱讲吼医疗人员吼这个部分，真正较来去较谨慎的以外，其实咱看到讲有诶确诊者，伊诶这个心内底吼，可能嘛是有一寡吼无平静的这个状态之下，嘛去伤到咱讲的这个医护人员吼。那么经历到另外一个报道，请做来看。新北市和病院3名护理人员，和姓洪确诊者举刀破伤，造成其中2名护理师8刀受伤，刑勘艰苦；另外1名正手韧带神经互破断，伤势严重。对此，湘和病院表示，护理师的心理受到真大创伤，当积极关怀治疗中。对于本次医疗暴力事件，再次重申我们严厉谴责，目前也已经依法办理。那请大家继续为我们全国的医护人员加油。案发了后，不少医护人员伫社群网络中发声，呼吁政府严挺，因为医护人员伫前线作战，需要国家社会更加侪的支持。新北市卫生局也发出声明，强调对医护同仁失望，建请检察官加重求刑，也强调任何第一线医护同仁受伤，市府会全力照顾支持。所有医护人员都穿着像太空人这样进去，看不到彼此之间的眼神。对于有些病人，确实是会觉得很担心、害怕哈。各个医院在对于这样的病人，或者还有照顾这些病人的医护同仁呢，应该要有心理支持、关怀这样子机制。护理师工会全联会建议，隔离病房无适合炸尖的物件入去。供餐商也唔通提供需要切的水果，因为细汉相关目前隔离中，加上精神状况无好，警方无法度是性复性无法度以上，只会当暂时由警方介护，等到戒毒隔离才依法就办。记者综合报道。是咱看到这款的这个新闻，真正让人心疼吼。尤其咱看到讲，真正这个医师吼，互切断伊的这个手的这个神经，可能永远都无法度做这个手术的这部分吼。先来请这个林哥吼，看到这个情形吼，咱工会者有啥物诉求咧？好，咱才会看到讲，这就是恁这公司嘿，恁的这个相片啦吼。讲到昨迄个湘和病院啊，有3个护理师和1个确诊者吼，摕刀甲破安尼啦，嘿啊，一个就是拄则讲吼，一个正手啊，手筋去断去啊，有可能以后功能会无法度恢复啦，嘿啊，佫有一个是去刑勘拄着遮刺伤安尼啦，佫有一个巴肚去动一空啦，嘿啊，这伫疫情期间佫发生即款代志吼，阮是拢感觉真毋甘啦。其实讲吼，医疗暴力的这个事件吼，常常咧发生啦。伫疫情进前吼，就是有不断咧这个闭关的趋势啦。咱阮看到我即马手顶这摕这个棒仔吼，即个看到讲这为2013年开始到去年吼，会看到咱这个闭关的这个情形啦。但是看吼，这其实嘛主要是因为
咱这个通报的这个系统有建立啦。OK。因为较早吼，未这个法令还阁无遮完备的时阵，迄时阵吼，咱要安怎去？若就发生即款的情事，还是要安怎去处理吼？迄个时阵还无一个制度，即摆有一个通报的系统吼，这甲可能就是较早有一寡乌数啊，毋知啦。即摆有啊，拢有法度通报安尼。但是为这2年来看吼，台湾差不多吼，每一个月都有10件吼，全台湾这个国家吼，全一个月都有10件的这个医疗暴力的事件发生啦。我是感觉这是。阮工会则是感觉讲吼，这是政府爱必须要去重视的部分啦。系啊。伫阮整理的这个数字来看吼，上接发生的这个暴力事件的所在就是吼伫病院啦，病院上济啦。病院内底吼，佫是上悬的就是急诊啦，吼第二就是病房啦吼。阮知影讲吼。大家来住院拢毋是家己欢喜甘愿啦，拢是一寡辛苦病痛才会来住院啊。大家起码治拢歹啦。是。但是吼，我是感觉大家人嘛是拢爱疼惜阮遮医护人员啦，因为阮家己吼嘛是拢足艰苦的，嘿啊。是。有影看到这个疫情之下，竟然佫有安尼这个暴力事件，真正互人佫去思考着讲，过去着这款的这个案例，是毋是咱讲社会，还是讲这个一寡人吼，因的这个想法，还是讲这个政府一寡这个体制当来去帮助因的这个部分吼。另外，咱嘛爱讲到这个头拄仔咱讲到这个妇产科的这个部分尤其咱看到讲未来这个确诊的这个人数，咱当然是50100，但是咱讲伫咧这个趋势之下，少年人即阵因为这个病毒这个变异伤过紧。所以咱可能伫咧努力，还是讲真正无注意，就去为着病毒轻症的这个部分即阵咱嘛讲到这个妇产科的这个部分这个确诊者若是这个妇人人的话，咱看来讲台湾这个妇产科这个医学会嘛去建议讲，是毋是在这个妇人人先去做一寡预防针，是做这个 mRNA 这款的这个讨论佮请教洪主任。那早起阮的理事长有传一个公文的讯息啦。就是因为咱妇产科内底有一个特殊就是有怀孕的妈妈啦，是，所以疫苗的注射绝对甲你别人是无共款的。那头拄有讨论到迄疫苗的部分对，头前迄2款的，Moderna 跟 BNT 这2款 messenger RNA 这款，那这款有加拿大有做足侪产妇的。研究出来 ，OK， 讲伊是安全的。那即马的 AZ 就数据也未，他何教授头拄仔嘛有讲嘛，这研究就足侪个孕妇就歹做，无法度。是。那即马安全的，敢若头前这2款。所以咱就看这款疫苗要进来，要打到孕妇敢若进前有讲Moderna有入来嘛。是。对啊，即马就敢若。即阵台湾有15万剂。对啊，这15万就要看是安怎分配啦。即马就是安尼，敢若孕妇敢若。会使拍敢若即款的 mRNA 部分Moderna 咱即阵入来差不多15万剂6月也毋知有偌济，这会当入来。但是头拄仔咱嘛看到讲，这个妇产科医学会有一寡这个建议针对妇人人的这部分 mRNA 这个部分有啥物即款的这个类型的这个预防针，对这个妇人人较袂影响到这个预防针这个原理到底是啥物？这 mRNA 是敢若咱的病毒伊的病毒也敢若伊习惯伊的模板啦。OK。伊的抗体产生的，造成伊的副作用，敢若对一个孕妇的影响较侪。那 adeno 后壁迄 AZ 的，迄伊是用病毒的载体送入去。就甲病毒共款物件入去，咱身体甲制造这样。但是咧，病毒的载体送到人的内底、细胞内底可能也产生的副作用较悬啦。OK， 这制作的原理是无共的。messenger RNA 的较 stable 啦，较安全啦。是，过来请教何教授补充一下。主要是迄个血栓的问题。血管的问题因为这个少年的女性怀孕育龄的女性三型血管的这个部分较侪，所以咱就避免用。这个 Johnson AZ， 所以咱若想讲，咱即马这个囡仔真重要，咱就要想小可甲伊调整一下，孕妇当时来拍。
因为即马10几万是无够啦，咱一年嘛有10几万的孕妇嘛，吼，从头到尾，所以看卖一个啦，小可搁忍耐，搁等一下。有影，这个咱讲吼，会产生副作用、产生血胶的这部分 ，AZ 是有吼，这款案例韩国嘛出现啦吼，但是咱讲到这个血胶的这个部分，咱嘛是爱鼓励大家去注意防下啦吼，这个部分嘛是可能这个100万分之1，啊，这个数字咱过去的嘛一直咧强调吼，所以咱讲的。哦，无论是这个哦正常人也好，还是讲这个是大人也好，注意防下，咱讲吼好处也是大过歹处的这个部分吼，这嘛是咱一再强调，莫讲啊，这个什么人个报讲啊，这个产生血胶，咱就莫去做，但是咱讲有风险的人注合到这个预防下，咱头拄讲到 mRNA， 这是咱讲妇产科医学会才来去做一寡这个建议的这个部分吼。另外，咱个请教这个临界啦吼，头拄咱嘛看到讲真济这个医护人员真正介辛苦吼，拄到这个暴力的情形啦吼。啊，其实伫咧即回，咱看到真济病人，也是讲送去中南部以外吼，你有搁观察到什么医护人员伫咧中南部这情形无？中南部的部分，伫阮工会遮，因为中南部这个部分是顶礼拜开始台中有出现较侪病例嘛。是。这个部分因为阮工会吼。来处理湘北市，这湘北地区这个问题就伊做吃紧的啊啦。都处理袂了，但是咱嘛看到讲真侪病患吼，拢送去到中南部遮吼，可能因这人员啊，是讲所比这个空间吼，也搁要去注意一下啦。对啊对啊，我拄则讲的就是，以台北市政府以这个 EMOC 这个系统来讲啦，吼，其实毋拿台北市尔啦，是，系啊因为。比如讲台中市啊、台南市啊、高雄市，拢有伊个卫生局啊，卫生局下骹拢有家己个，拢有卫生局下骹有迄病院嘛，对无？系啊，既然讲吼，台北市有发生即款的代志啊，即个转诊的制度爱要改善啊，我是感觉讲，像其他的县市啊，嘛是共款，对即个迄个。转诊的制度爱甲建立起来安尼。是，有影啦吼，咱看到讲吼，这个中央也是讲吼，地方伊这个联合的这个体系、整合的能力吼，伫咧即回疫情内底，咱看到讲有欠缺这个所在，真正已经补起来吼。无就亲像讲过去台北市一直有这个救护车，伫遐一直驶来驶去，吼，驶无倒一间病院会当送入去即款这个案例啦吼。啊，即阵咱嘛看讲中央甲这个其他这个县市也好，台北市也好啦，湘北市也好，遮个人会当吼，轻症会当送去这个加强版的一种隔离所。吼，来去做一寡这个隔离，嘛代表讲可能这个系统有豆来建立起来。啊，未来咱就爱个建议着讲吼，咱规个是毋是这个注预防下这个系统会当建立起来，尤其咱看到讲，当方咱这个行政政委啦吼，所谓政委又讲着讲，咱的这个注预防下这个系统，咧6月中还是6月底吼，会当正式来去做一寡这个产生吼。啊，有的这个部分，咱嘛看到讲，预防下可能伫6月，咱讲是专门注预防下一个大时机啦吼。咱看来讲，即阵咱咧配上也是这个 AZ， 咱讲第3批这个部分剩的这个差不多40万剂这个部分吼。咱讲6月初开始吼，台北市佫要分配到5.6万剂啦吼，3.9万剂是新北市，另外桃园市是这个1.3万剂，另外2.7万剂吼伫台中市，另外台南市吼1.6万剂，高雄市吼差不多2.7万剂啦吼，差不多按算吼起来上尾6月初是进前。才来注刷啦吼，继续来去请教这个医师啦吼。恁的这个部分医护人员，咱看来讲台北市也好，湘北市也好，因拢讲吼第1类甲第3类要先注过刷咯。你看即阵恁这个病院内底这个系统内底，拢注差不多刷吧？差不多，今仔日阁有咧注射。拜五嘛有，比今仔就一直排，就一人落来注射。是。嘿，想讲。可以有看伊的比例较悬一些，是。进前敢若阮病院差不多10%啊，10%啊，就是以前发生这波本土疫情进前10%。啊，即摆有疫情较悬啊，个一直报的死亡率较悬，大家拢乖乖拢去注射。是。乖乖去注射啦吼。其实咱头拄也讲到，这个本土案例无明确的这个部分，咱看到这个死亡案例吼有。来到5月28、19例，甚至到5月29、21例，啊10例、15例、13例，咱头拄也一直咧讲的，这拢是咧过去清过去的这个数字啦吼。咱讲过去这个何教授嘛，伫咧这个面册头顶写5月15加16、15天还是16天，这个部分，就是咱讲死亡上关键这个时阵吼。佮甲咱说明一下，咱讲伫咧这个期间，虽然咱看到这个数字降落来，咱后壁还佫注意啥物无？
最主要的是看迄个发病的迄个期吼，咱有一个图，你找一个右上角迄个，吼，咱来个看对5月17的时阵是上悬。OK。啊，虽然有咧看起来有咧落来，但是一波一波，你看人是足济。安尼起起落落。对。啊，你即马每一个你甲伊加差不多10天加20天上悬的。OK。所以咱差不多知影。这个人即马就是因为咱这个病程就是讲头一个礼拜是拢是你发病后头一个礼拜拢是轻症，是啊，即马第二个礼拜开始，若要变成重症的，伊就开始会喘，吼，啊，差不多13天，差不多第二礼拜尾啊的时阵，伊就开始我们叫做严重呼吸道症候群，伊就正经迄个。真严重的，镜头就压起，啊！即迄阵开始就爱真注意，因为你若无互伊真好的治疗时阵，伊就真麻烦。所以你看即个时间会拖一个，啊！即马咱是希望讲咱的医疗吼，唔通崩盘，咱一定爱一直甲伊注意一下。所以我一直讲吼，唔是看讲。新确诊的病例偌济人，我是安尼看，是看讲咱的医疗，尤其在重灾区吼，双北这个位，爱一定要顾掉，一个顾好势，好，而且当然即马有病人是往南部送，所以这爱调度啊真好，才会当给上好的迄个医疗，咱互伊发挥起来。咱本来医疗的能力是足好的嘛，即马就爱甲发挥起来，看会当甲迄。降到上低，但是一定要注意，未来还有一段时间。是6月14日，咱讲吼，这个全国第3警戒吼，这个部分吼，真正要好好注意。感谢3位来宾，多谢感谢。